Hello， 灣區接篩選 AD， 今期大家嚟到咧深圳羅湖口岸呢頭附近睇一個100萬左右嘅公寓樓盤，收租可以收到4500蚊左右，年回報有達到4厘幾嘅。呢個項目咧叫做京基嘅天軍府天韻府，咁呢個位置非常之便利啦，靠近蓮塘口岸10分鐘車程，文錦渡口岸8分鐘車程，羅湖口岸12分鐘車程。周圍都非常方便，而且隔離咧係已經有咗個寶深圳200米左右到達寶深圳嘅 B 口、A 口同埋我嘅泰安站雙線地鐵嘅一個物業，周圍配套齊全啦，包括埋所有嘅商業喜匯城啦，係我哋比較大型12平方左右嘅一個大型商場，羅湖嘅一個早期高端商場嚟嘅。OK， 直接嚟睇下呢個沙盤，俾大家望望呢個沙盤，我哋而家分3期開發。第一期位置咧，其實就呢個天韻府。天韻府位置有2棟樓，我哋而家出售嘅係呢個一棟 A 座，有啲細積單位80萬所講嘅收租單位，就係呢一棟 A 座。第二個咧就天韻府，天韻府就我哋講緊啲商務公寓，我遲啲喺片尾會同大家解釋翻商務同埋商辦兩樣嘢有咩區別。陣間會睇到一個比較細積東向睇湖景嘅單位啦，同埋一個336平方5房嘅一個設計嘅單位。呢2個單位接住會俾大家睇下，同埋片尾有詳細資料供大家領取。OK， 直接上樓睇片。入到嚟呢一間就我啱先喺地下所講嘅100幾萬嘅單位可以攞低嘅，可以望到呢個東向嘅湖景、山景可以睇得到。而且我哋而家呢個單位咧係可以有個託管方案嘅，80萬嘅總價，你可以租到4800蚊，有酒店託管嘅服務。咁你如果長租嗰啲咧，就我哋可以委託我哋幫你出租。咁呢啲係俾大家睇到嘅嘢。做咗個隔層設計啦，有個廚房，有個廳嘅位置，雖然細細地，咁啊5臟雖細麻雀雖細，5臟俱全啦，就係咁樣。另外一間細嘅房間。可以租到4800蚊，係絕對冇問題。如果長租嚟講嘅話，我估計係喺個4000蚊到4500蚊左右。託管方案佢其次咧係之後會仲有部分嘅營收嘅分成。咁如果我哋長租咧就固定啲，就唔會有咁多繁瑣事，而且唔使擔心我哋嘅託管方會唔會有啲警棍啦嚇。呢啲係需要同大家講同埋要注意嘅嘢。OK， 我哋接住落去再睇睇大嘅嗰間先。歡迎而家總裁，呢度咧就係你所睇到嘅336平方640萬嘅單位啦。你640萬喺香港可以買到啲咩咧？你可以買到啲500尺左右嘅單位啦，啲新樓可能唔係咁市中心位置嘅，但係你可以嚟到深圳羅湖關口蓮塘關口附近，享受到一套3000尺嘅單位，帶埋東向望湖景山景，絕對係冇得頂。話俾你知，呢個單位咧就係一個5房嘅設計嚟嘅。你可以見到個大通廳，有帶埋露台。唯一同我哋以前所理解嘅公寓有所區別咧，佢係文水文電大露台嘅，可以俾大家望出去。咁呢度咧樓下有商業啦，同埋雙地鐵線啦，個羅湖站啦、寶深站呢幾個站點喺樓下嘅。咁其實你出行方面又方便，你如果想翻香港10分鐘車程去到蓮塘口岸，可以翻到香港去。呢個大廳咁闊嘅大廳，你個餐廳可以坐到10幾個人，你個客廳可以坐到20個人，都絕對冇問題。呢度係個廚房，通燃氣嘅，可以見到呢啲係燃氣灶嚟嘅，標配喺度，同埋呢一個位置雙開門嘅冰箱位置啦，仲有呢一個。擺埋我哋燃氣灶嘅位置，呢個位就係我哋一個燃氣灶嘅出入水位啦、熱水啦、冷水啦，同埋你去擺一個洗衣機喺呢度，你就唔使壓住你個陽台嘅位置啦。同埋係啲明柱嚟嘅，採光個景觀方面都非常之好。首先我哋睇下第一間房，就我哋入門嘅呢一間主人房。我認為佢係主人房啦，有啲人可能認為佢係長者房嚟嘅。呢一個位置佢就係東向有景觀嘅一個套間，擺張2米嘅大床喺呢一個位置，東向嘅景觀，你都睇到樓上嘅玻璃爆咗啦。
不過好快呢幾日佢會整翻好㗎啦。呢啲唔係一啲咩大問題嚟嘅。OK， 望翻後邊入到嚟兩排嘅大衣櫃，你直情呢啲係做 L 型衣櫃，唔係嗰啲直排式嘅。呢啲直排，呢邊係做個 L 型咁樣，再入到嚟兩邊分開一個洗手間沖涼嘅位置，佢亦都有空間可以俾你擺到一個浴缸喺度啦。呢個位置其實你可以擺浴缸嘅，你會見到我行入嚟擺埋浴缸，你都有沖涼區同埋浴缸個區域夠晒闊落嘅，同埋個上廁所位置亦都分開咗洗手台。呢度係我所講嘅主人房位置。另外咧仲有4間房，咁其實呢度4間房你係可以將佢分成唔要呢間房得嘅，你要拆開佢，將你當成係自己客廳中間嘅一個部分，或者有啲音樂世家想擺個鋼琴喺度啊，點樣 ？OK， 你會顯得成個大廳仲大仲闊，咁間豪宅就係一定要好。呢度第2間房房位置，所有嘅房間咧全部都可以擺到2米長嘅2米乘2米嘅大床，即係嗰啲 king size 啊！呢一間做埋衣櫃，擺埋書台，乜嘢夠晒闊落夠大。講緊你600萬嚟到深圳，可以享受到咁樣嘅質素，而且係有保值嘅，唔係嗰啲走偏遠嘅城市啦，偏遠嘅地方你冇乜價值保障咁樣。呢度啦，我行入嚟。呢幾多位唔俾我哋嗰啲咩80平方、90平方，呢啲係真正意義上嘅豪宅。另外一間大嘅套房，望到呢度咁大嘅位置，而且呢度係唔需要你喺度擺衣櫃嗰啲嘢，你擺嘅就書台，你想要嘅辦公用品咩之類，落地窗、錄景觀、採光方面都非常好，你都可以望到喺個窗出邊。望到水庫，望到山景啊！我哋呢邊係一個東嘅朝向嘅，東南朝向。主人房嘅洗手間位置啦，佢係做咗咁樣嘅直排式。呢一間房反而你就做唔到浴缸啦。你話覺得浴缸擺喺呢度得唔得咧？得，但係覺得唔係咁靚仔咯，因為你挨住個洗手盆喺呢度，已經係。同埋比較特殊嘅呢一個單位咧，336平方。佢喺呢個衣帽間嘅位置係可以通到出邊條走廊嘅，即係等同於呢一個單位有2道門行到出嚟。你由呢道門出到嚟，再入到我哋主大門嘅位置，呢一條長條空間都可以屬於你嘅自己嘅私人空間，你可以擺到好多嘢，或者細路仔比較多嘅有啲單車仔，全部都可以擺呢度。咁同大家講下咧，其實深圳而家呢啲產權公寓分2種，一種係商辦，一種係商務。商務就純粹我買翻嚟可能作為出租啊、投資啊、收租咁樣之類 OK 嘅。但係商務呢樣嘢咧又有所不同喎，佢可以問水，可以問電，可以有露台，可以燃氣入戶，可以積分入學，即係包括埋我買咗公寓之後係可以俾細路仔去讀書嘅，係有積分嘅，攞到75分到80分左右。佢隔離啲小學咧係得79分錄取數，所以只需要你買咗呢層樓或者攞埋個深圳戶口，你基本上你嘅細路仔就可以喺呢度讀書，呢一點係絕冇問題。咁我哋前面講到嘅細單位8厘方，咁就可以純粹作為收租。咁呢一個600尺嘅單位咧，就俾你自己去對比啦。我係想喺香港享受一個500尺單位嘅生活啦，定係嚟到大陸要一個3000尺嘅豪宅，有埋地鐵線路。交通方便，周圍乜都有，而且呢喺深圳而家食嘢係乜嘢都有㗎。我想食全世界各地嘅美食啦，係，而且香港啲食嘢質素唔低，深圳啲食嘢質素根本就唔低。你只要係做得差嘅，俾人淘汰晒，佢競爭大，所以你嚟到深圳居住，我食嘢方便，醫療呢方面更加唔使講，學校各種又有。交通你去香港又好，去其他地方又好，自己嘅地鐵又好，呢樣嘢係非常之方便嘅。OK， 暫時同大家講住咁多，有更多詳細資料可以問我攞，喺底下評論深圳豪宅。OK， 我係 AD， 如果想預約睇樓嘅，隨時 call 我啦，或者呢度聯繫方式聯繫我，問我攞翻資料。多謝大家，下一期再見。